What？澳洲買餸都可以換機票，Woolies 同 Coast 邊個更加抵？等我澳洲師奶用1分鐘話俾你聽。Woolies 儲嘅積分叫做 Rewards，每消費1蚊就等於1分，每2000分就可以換到1000嘅 Qantas 積分。Qantas Points 可以兌換好多嘅國際航班，亦都可以兌換國內航線。例如一張由墨爾本去香港嘅機票，單程係590蚊，如果用 Qantas Point 換就要29000分加150蚊，29000分需要喺 Woolies 花58000蚊，咁即係呢58000蚊係等值440蚊機票價值。簡單啲嚟講，喺 Woolies 每花100蚊就有0.75蚊等值機票啦。Coast 儲嘅積分叫做 Flybuys， 都係花1蚊就有1分，每2000分就有870個 Velocity Points。Velocity 係維珍航空嘅會員獎勵計劃，你可以搭維珍航空同埋佢合作航空公司，例如新加坡航空，主要係啲國內航班同埋短程嘅國際航線。講咗咁多數字，究竟邊個着數啲啊？同樣喺 Coast 花100蚊，如果坐維珍航空由墨爾本去布里斯班，就可以換到4毫6等值嘅機票啦。由墨爾本去悉尼就可以換到7毫半等值嘅機票啦。所以我嘅結論係分別唔算太大，最緊要係你想去邊同埋坐咩航班。繼續留意我會話你知點樣可以花1蚊有更加多嘅積分，1年就可以換到去香港嘅機票啦。